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中国佫开始演习，这一处编号叫做2024来剑 B。中国的演习是规年趟天开了美金153亿。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伊的来剑演习开启了美金4.2亿。逐年安尼来演落去，敢会突然间开战无张持？咱今日传专家来分析，大家都要斟酌，唔通来大意。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應優，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安安。第三位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陳良智，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四位資深軍事記者郭豐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咱來關心，在中國圍台軍演結束了後，國防部表示，中國2天派出了153架次的飛行機，其中超過海峽中線有111擺。那麼加掉伊的軍艦14隻，公務船12隻。那麼行政院長杜英台來強調，政府有責任讓國人安心。陸軍今仔日進行了特種地形跳傘的訓練，順利完成任務。咱睇看這新聞大內面吼，講任何一種無甲你通知的這個演習都是不對的。但是我咧想講，伊這應該是要來無通知，要去佫無消息。另外，我會記的吼，我要請教林老師，我會記的美國的這個國務卿 Blinken 已經有甲中國講啊，講你唔通佫再安尼啊，啊，伊佫調講安尼，這什麼意思？咱知影10月7日嘛，吼，國慶日啊，啊，但是咱政府哦，差不多10月7、8，就特別來講到，講這個中國要來舉行這個軍事的演習吧，吼，所以10月7日以前就講到，啊10月14透早5點，哦，所以對政府來講，並唔是講完全都唔知，阮有這種情報，我感覺這種情報足重要，就是咱事先阮有甲美國吼來通消息啊，吼，所以不管是這國務卿布林肯，伊這個寮國金邊吼，這個美國甲東協的高峰會連續講2屆，就是講來警告北京，你唔通因為賴清德總統伊的國慶的演說啊，你來舉行軍事演習。所以，但是阮也是安尼講，就是講伊無像過去共款，吼，過去咱從這個佩洛西到台灣來，吼，這個2022年8月7日來，吼，伊差不多8月7日的下暗11點來宣布，啊8月7日才開始，吼，啊，但是今年就是5月23、24，伊有講2日啦，吼，就是講為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要結束，吼，所以伊就5月23，伊就隨講，就隨演習就開始，啊24就結束。但是這屆無共款，透早5點，啊無你講什麼時候要來結束，吼，所以對安尼來講，咱當然阮來當來判斷啦，吼，判斷就講，真正中國都無這個事先會對國際來放這個消息，吼，你表示講，伊可能伊軍事的內容無需要去驚動，比如講飛過台灣一寡飛行器，還是伊頂懸海上頂懸則走的，就是講
伊可能是安尼想啊，但是伊认为讲袂去人叮当着啦。对啊，但是我呢是认为讲吼，伊应该吼爱文来对这个国际社会好好来讲，就是讲伊有这个所在。伊要来演习，但是伊即摆已经毋是这种态度，毋是这种立场，伊想讲是台湾，是伊的。伊就是我人肉咸咸要你安怎？伊就伊家己伊的土地的外口来举行这军事的演习，所以会再讲是即届来讲5点开始，差不多下晡差不多6点结束。我有看到美国吼国务院有发一个讲吼，我这个 serious concern 是。以前拢讲吼 deeply concern， 是倒一个较 concern？ 当然是即届较 serious 比 deeply更较深度了，对吧？咱知影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阮有讲到严重关切啊，哈，阮来共款的意思啊，就是讲你差不多已经是到即个中国对台湾用即种毋是和平的手段即种的境界，所以严重严重的关切。哦，但是美国即摆还搁咧选举，可能无时间当来应付这哦。会使安尼讲吗？我咧想，伊若是会甲即个习近平、拜登啊，吼，甲习近平，因本来就是要通电话嘛，是毋是因为这样代志会搁提早，吼，提早来通这电话？又甲传来就对啊啦。但是我要请教林老师吼，这一处这个2024内减 B， 甲2024内减 A， 甲2023内减，甚至2022，什么差别啊？头一个我爱补充一个是讲，即摆伊是讲透早5点开始，还是下晡那个6点就 close 啊，就结束啊？为什么会这个时间？阮爱想，咱是讲台北的时间哦，但是阮爱想美国的时间是几点？美国时间咱台湾透早5点，华盛顿 DC 是安怎？是礼拜天，是礼拜的暗时呢？是礼拜暗时哦，因为台北早透早5点。珍珠港的概念。对，无对，他就是要你美国的反应。那最后在台湾时间晚上6点结束的时候，刚好就是美国的隔天透早拜一透早时阵结束。所以他今天就是要两党，共和党跟民主党两边不会去发酵这个讨论，就在代志就刷，都刷。所以是中国式的拖拉。这个就是不是拖拉，唔知影。但是我是在想，中国这摆他拍了算盘，他一是有特别去想这个时间差、时间的一个差别，一是有在拍算这条代志的。啊，咱讲转来。即摆咱袂使甲2024 A 这个去比较，咱爱比较的是2023联合利剑头一摆的联合利剑，因为迄摆有航空，那一次有航空母舰，那是有航空母舰。5月这一次没有航空母舰，所以其实在比对的上面，咱爱看哦，这张图，这一张图那时候中共那时候是自己先弄出来的。这张图他就跳掉了2023那一次的联合利剑，因为他就是不要让你这航空母舰。我是看了这个图啊，佮顶头佮写一个雷哦，安尼看起来敢若较亲像文宣呢。那个就是舆论战，可是它的这个重叠图，它的一个位置，其实它忽略掉航空母舰，一点没想要讲外面的人告诉这一切。那另外就是为什么他这次 A 跟 B， 他一定要做这个 B， 最重要就是一句。互不隶属，因为在5月的时候，赖清德就职，他就讲利空，那他那时候就说两边互不隶属啊，中国就立刻来联合利剑了。可是如果这一次赖清德再讲这个互不隶属，中国没有动作的话，啊，不就代表他认同？不就代表这半年两岸关系是不是有点变化？所以其实就政治角度来看。北京一定要进行这个军演，但是长度时间它是可以收放自如。但是伊一摆军演爱开超5亿外美金呢，伊讲一句就好啊，开遐济钱。这个有时候就会变成就中国啦，他或者是他要不达目的不善罢甘休，对他来说这个急谋重要，目的效果最重要啊。同样的，他这一次其实另外我们军事上，咱爱看的是他的回零机。
航空母舰这些，还有它包含附近这一次，它100多架次，这一次是过去2、3次的联合利剑的一个总数，比它只有12、13小时就达到那个程度，代表它其实在准备上面，过去了几次联合利剑，前2天都没在飞，前面2次它都没有起飞。因为它在累积它的这个保持它能量，但这一次在发动联合利剑之前，前面一样有飞行，突然来进行这样的行动，这其实是在这一次我们特别是在练习呗。他这一次在练习，但是他也有很大的成长啊。另外就是这一次海警，以后有可能会变成的是海军啊、空军去对付美国啊其他国家，海警专门来对付台湾。他在这边的巡弋，他这是海警的船，刚好在台湾附近绕，老师有可能我卡加片就凉起来。因是要安抓从咱讲唔知样，但是我爱注意的是，上一次他有登船零件，但是他这一次目前还没有。可是海警船会不会去登上我们的渔船去做零件？这个是他未来有可能会去做的，因为你不可能用海军去做这样的行动，一定是海警。所以其实未来在台海附近，可能海警会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持重。陈老师，我要给你请教哈，他昨下林老师有讲有航空母舰，甲无航空母舰，吼，这差真大。不过我也知影讲，咱若调咱的飞弹，调来屏东去，这什么意义？还是讲你是要对准你要给你射的？啊，但是有人想，咱的上山有通啊一粒就通啊甲贯穿，像咱顶摆贯穿的渔船同款，甲伊个舰长一粒就互伊安尼，敢有可能？当然，你网络顶头咧写热铁的啦。嘿，当然啦吼，我毋知影上山吼对一只航空母舰吼会摧毁的迄种情形吼，甲一只渔船啊会摧毁情形，有共款无？我都共款无，毋知影啦吼。啊，另外就是射的时阵是袂使拄啊准吼向迄个剑桥吼，打迄个 captain 吼，就打一概就打砍扰吼，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吼。但是像你讲的吼，航空母舰有佮无吼，我感觉差别是真大啦吼。咱首先爱知影就是讲航空母舰伊若出去的话，伊毋是干那伊迄台船尔，吼，其实伊是一个编队吼，伊有其他的即个驱逐舰。其他个水航舰，嘿，啊顶悬我有侦察机，吼，啊搁有空中的武力帮伊保护，啊下骹嘛有掺水舰，吼，帮伊顾掉下骹吼水下的部分，所以伊的范围吼其实是3D 吼啊立体的吼范围真宽吼，所以有甲无的话吼，我会使讲有的话吼，表示伊的即个力量吼是一个真大的力量，真大的海上力量。而且伊包括个空中、个水下的，吼啊，这个力量当然是伊一个咱像一个平台吼，这个 platform 吼，安尼向外口延伸出去，吼啊，你就会使看伊是设计哈部署伫台湾的东边的话吼，伊这个作战的这个空间吼，就变足快嘛，吼啊，这个。像咱一般的媒体咧讲吼，伊咧进行一种 A2AD 吼，就打你美军对台湾的这个资源吼，挡伫外口，吼啊，这有啥物款的作用？我是感觉伊会使打台湾这个战区吼，还是这个战场吼，做一个那像封锁，还是包围，吼一种那像咱外科手术，还是咧清喙齿的时阵吼。把喙齿封起来，吼，还是把迄伤口封起来了，伊要来处理，吼。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假使伊若真正要安尼做，啊，伫台湾四边的这个公海，吼，美国嘛无先去部署，吼，嘛无去占位，啊，互解放军的这个海军，吼，啊派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编队，吼，先去占伊这个战术位置的话，吼。某种程度来讲吼，我感觉伊不只时间咧咧执行迄个伊咧对台湾的包围封锁，另外当然就是吼，伊先占即个空间出来了，啊，把即个范围吼杀出台湾外口，互美军要入来的即个。老师，你安尼讲起来，甲美国人当做塑胶呢？哦，当然，这
就足复杂的啦吼。就算美国的航空母舰吼，无礼拜的话，当然礼拜的话吼，我有伫即个中国的飞弹的即个射射程内面嘛吼。嘿，这嘛是换位的危险嘛吼。但是咱当然嘛袂当袂记，就是美军当然嘛是由伊的伫第一岛链的即个飞弹的即个部署的即个准备嘛吼。另外就是讲，中国伊的即个航空母舰，伊虽然布置伫即个西太平洋，但是西太平洋其实包括美国甲菲律宾吼，伫即个4月5月咧讲即个台风的即个中程的即个飞弹吼。部署，甲日本的合作，其实中国我有伊的危险风险伫咧，吼，伊嘛是暴露伫即个美军的，吼，也是美军甲伊的盟军作战范围内面，作战范围内底，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你看起来，咱像解放军有一点好处，也是一寡优势，但是伊我有伊的风险伫咧。是，安尼哦，洪总，安尼听这陈老师讲起来，安尼，伊就知影讲你台湾你就唔敢叮当嘛，所以我就吼，自我呢随在我用，我这甲你包起来，遐甲你包起来，我甲你规个拢包起来。我看这地图，我上趣味的，我是感觉真趣味。伊甲你包台湾吼，结果马祖、东引啦、乌丘啦，这个金门都不爱睬，当作应该塑胶咧。是。吼，这就是罢免就打你讲，你台湾你啥物都唔敢做。即摆的情形就是吼，台湾其实，在两岸真正有军事冲突进程。台湾即摆家己才做安尼，谁来讲呢？因为咱讲外岛嘛好啦，咱等来看咱第二国军，谁来讲陆战队是上高拍？陆战队其实有2款任务，一个是爬去华顶登陆，一个是登陆了后佮套倒转来。啊，即摆咱台湾个陆战队主要的任务是吼，顾好家己咱台湾内底，所以并无讲要派伊去登陆倒位。但是咧，有咧练无？有咧练登陆哦，登陆作战有，就是准备有万一这个外岛吼有状况的时阵，咱嘛是遐个摕倒转来。哦，所以今日跳江咧拉克山咧跳，是这个意味吗？这是一个暗示啦，吼，无甲你明显讲，因为这个代志我来讲，我来跳喺你的卡车边后面嘿，冇可能，有一个可能讲我跳喺你后壁，但是有一个可能讲，万一我跳的所在有水，我当然要有法度想嘛，吼，我度讲拉克山落落，我甲解脱掉，吼，袂讲去沉落去，吼，袂当出代志嘛，这两个意义啦。一个明的就是讲吼，我有法度练讲各种地形吼，包括有水啦、有树啊啦啥吼，包括你跳有树啊，迄森林内底吼，穿个铁汉装哇，迄种有封闭的吼，甚至有铁片伫内底，你拄着树啊，较硬吼，嘛是种下甲破开吼，啊你嘛平安的落地，啊即款嘛是特殊的地形嘛，嘛毋是讲吼，真正讲我要去什么？你东北啊，去到无，毋是，迄是咱台湾个本地的地形个足复杂啊，所以这是明的部分。所以爱连起来看，连起来看。啊，登陆，比如讲吼，咱洪台的时阵，像咱讲，哦，即马倒位可能有土石流吼，土石流吼，啊，要崩山要啥？像咱要派这2车的突击车，迄个 LVT7先去遐准备，啥咯？伊虽然咧救灾。吼，哦，这雨足大，啊水足大吼，石头啥？啊，你作战的时阵是毋是地形拢平平？嘛毋是嘛？是毋是天气拢真好？嘛无一定。所以这嘛是咧练咱的兵啊，讲你拄着这个情形吼，真歹的情形。洪兄，你安尼讲起来是对啦，咱嘛毋是塑胶，咱嘛有借这个场合，借这个机会来练咱的。对。但是我咧看，伊咧演习吼，无到一工24点钟，啊就下班。吼，啊人咧讲吼，伊安尼来，敢若来台湾上班的呢。早起5点，下晡5点就转去食饭安尼。拄则老师拢有讲着吼，伊这算伊的政治力吼，算啊真准。但是咧，我给补充一点，讲，伊这文宣还是讲咱讲文工武协，像咱2个做伙做，因为咱调啊咧吼，拍第一共款。
你也空嘴白纸吼，直直讲吼，那讲啊，你咧吼，大概拢加迄吼资料片，大概拢甲我骗。像即届吼，透早给你放迄资料片，佮讲啥物？哦，这实际吼情形，结果因另外一个直播的时阵讲啊，拢空，啊个哪讲啊个闹开。所以毋得讲吼，伊嘛是真正爱演啦，无人机嘛爱飞啦，哦，动画那真厉害哦！我有看到，伊个咱台湾的艺人吼，也有咧传这个演习的信息呢。我讲迄是上无来讲上无好的行为啦，因为伊根本搞不清楚吼，这军事动作咧创啥。伊出生伫台湾，吼，这个艺人，我莫讲名，出生伫台湾。咱讲吼，伊搁较早出去读册嘛好啦吼。伊至少有小学同学，啊，你规班的小学同学吼，咱讲少子化嘛好啊，无较济啦吼，至少有30个同学搁伫台湾。啊，你中共解放军的飞弹，吼，安怎要来弄台湾的时阵，你哪会讲忍心讲，好，赞，紧来弄台湾啊呢？你哪有这款想法啦？啊，这个头壳是有啥物问题，我是唔知。无啊，佫一个艺人可能是甲因厝的人较无好，所以就拄啊好啊。哦，是啦。但是你袂使讲你飞弹弹来，伊是咧抬恁老爸、恁老母、恁的朋友呢。所以这文攻武险吼，对啊，毋那是对倒来。但是我即个所知讲是，即摆国际情势顶头。因为进前就知影讲，哦，德国的军舰对海峡中线通过，吼，日本也通过，这敢有这种意味？像恁个通过，这所在嘛是我的所在。老师，伊这是有战略的意味，还是讲我这是政治的信息？咱知9月哈，9月有德国嘛，哈，日本啦，澳洲。纽西兰，吼，拢来啊！差不多，今麦全世界差不多超过10个国家，差不多10个国家，伊的军舰有经过这台湾海峡啊，吼。但是咱头是讲的是9月，吼。所以对中国来讲啊，中国本地来讲，台湾海峡唔是这个国际水域啊，吼，唔是讲这个你要安怎行就安怎行啦，吼。啊，但是咱就看起来讲，像这日本会使讲，大家都无想到，吼，啊，有那共款，才强硬着吼，这是第一届。咱看见从伊的军事演习以后，有几个国家，美国咱莫讲啊，吼，这个欧洲联盟，吼，啊，英国，啊，这日本，因拢来表示因的态度啊，吼，因的态度来讲，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是无适合。这个军事的演习吧，吼，就是讲你用这种的手段来对待台湾这个总统这个国庆的演说，啊，而且这个国庆的演说，不管是美国的其他的国家都认为讲，伊那样有较温和啦，吼，啊，但是你中国佮共款，是用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国际，我讲这个国际对北京，原来是一种的限制啊，吼，就是讲。我头先讲就是讲，只要北京都无通知啊，国际其他的国家，因为唔惊台湾，唔惊中国，一个足侪国家，韩国、日本都是用这个台湾海峡，还是台湾的东部这个水域，吼，所以中国安尼动用这个军事的演习吧，吼，会使讲是扰乱了其他的国家，但是伊可能，阮也有考虑到啊，吼，考虑到就讲伊袂使啊，一天。变2天，还是2天变做3天，安尼对北京的批评批判会阁愈啊济哦，这个代志会影响会阁愈啊济。所以才缩小变1天。对，啊，咱知影嚟讲吼，伊即届介重要嚟讲，封锁 blockade 哦，就是讲对北部甲对南部的港口的一个封锁哦。所以就是讲，咱对咱来讲啊，吼，咱虽然讲进步，事件都有料想到啦，吼，那有甲美国的智库啊，都有来联合，吼，啊美国的智库，伊今仔日原来共款，吼，共款会来举行一个座谈会，来研究中国怎样安尼做，吼，所以对台湾唔惊，这头一步做了足好，啊，第2步、第3步，因为这个中国。真正是，互咱有当
料上无够啊！你知影伊要演习啊，但是唔知伊什么时候开始啊？伊的即个内底的科目到底有什么款？每一种的科目对咱的意义的军队啊，对咱的普通的百姓啊，吼，当是足重要。比如讲，咱是即个公司内底啊，你讲拄着即个危机的时阵，咱爱安那来处理吼？即种还是讲中国对台湾，伊即种无拍台湾，但是伊封锁对咱，比如讲咱的石油、咱的天然气的船，哦啊有啥物影响，咱应该安尼做。这东西爱咱有时间爱去准备的。是，他拄啊林老师讲到这个封锁吼，林老师你当个人补充一下吼，伊这顶头写要港要约防控，这封锁是安怎一个封锁的这个想法，讲互咱观众朋友听。咱按知影讲，伊要封锁，岛一个就是台湾是一个岛嘛。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能源船或者是这个贸易都是要靠这海上，我们讲 SLAC 这一个海上的交通线。但是一基本上就是要讲，要用它的海军跟空军的力量把你围困，让你这一边的一些封港也好，或者封锁也好，让你的一些船只港口没有办法去行动。哦，所以是对准咱的港口。对准我们的港口，咱看岛就知影讲，它的这一边的话，南部这边就是什么左营那一边下港遐。那你北边这边就是苏澳啊，东北方苏澳、基隆，它是照着我们的港口位置去做一些相关的演习。那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天然气它要靠港去做一个传输的天然气，所以它一定要在港边。那今天那个东西不能用那种传统，你到了像煤炭你用运的，天然气它是存取站的位置，那个就是它今天去做封锁这一块，它会去使用的方式。啊，另外它这个封锁其实也有一点，公警这样，因为真的要把我们全部封锁，让我们这个海上全部断掉，是无法度啦。但是伊要创的就是，让阮台湾人知影讲，我们感觉被封锁，感觉被封锁会怎么样？大家就要想讲，好，那我要准备粮食，要囤粮食，要制造恐慌，好，咱内面会乱，让外资不想要投资台湾。啊，就无电无水，我是要安怎算？没有电没有水，你半导体这些厂全部都会撤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中共会希望达到的，造成一种感觉上被封锁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都啊温在讲回答咱到屏东那个地方，因为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开过去。到太平洋了，到这个花莲外海那边了，我们赶快飞弹过去，就是怕它第二艘山东号会不会过去？古早咱在省，解放军它的航空母舰要2艘航空母舰，它的回领机才会跟美国1艘航空母舰的战斗机才可以比较。所以其实它1艘航空母舰可能只能做防空的任务，它还要另外1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去做对地的打击。所以，当它2艘航空母舰聚在一起，才会真正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们飞弹部队赶快往屏东那边送？有一部分就是要去拦住山东号有可能会往太平洋这边前进。所以，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的确是真的有一些情报上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早上套炸5点，解放军说要演习的时候，那国防部我们就马上一个影片就放出来了。影片不可能短短2个小时拍好啊，一定是之前我们就有去做准备。那我们宁愿准备的东西用不着，是可以赖服的，那个 SNG 啊，那个做专。当然，那就是变成的是我们的东西，宁愿说做了用不到，但是不要说有总控的时阵，但下面都没，我们不在那边冲下。这个是我是觉得我们政府从理控理控理3、理控理4这几次的演习。我们都有学到教训，有在进步。但是我实在是无想讲，建摆呐军演，咱就来讲1点钟啦。过顿工刷落节目了，咱就殊荣感伤。吼，就愈来愈大家意志吼无警觉啦吼。我要问陈老师吼，敢有可能也许有一天，突然间国家宣布讲，今日阿强啊，5点演习啦，咱8点开始吼，停电3点钟，吼
买物件会安怎，演走半工安尼，敢有可能做一个全民国防？来，我是比例啦吼，无一定是爱安怎做，一个测试，还是讲大家练习讲爱安怎靠论性，有这种可能无？彭仁，咱主持人这个问题做好的吼。啊，政府尤其罗总统最近咧讲社会韧性嘛吼。啊，另外要说讲要调出台湾会使40万的这个民力哦，吼民兵啦吼，这个社会这个力量吼，我是感觉这个思考是整个吼，伫防卫台湾、保护台湾内底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足重要的部分吼。啊，但是实务上吼，你讲真正要安尼来宣布，咱来。test 看卖一个透早，还是一天吼，有法度安尼看，安那分配资源。不然半点钟万安演习啊，迄半点钟也是迄会知影全连，也是迄个 welcome 内底，唔知去抢了无，唔知吼。但是我感觉政府应该开始爱思考吼，就是讲，总是实务上、理论上嘛是有可能拄到这个情形啦。啊，着拄着这个情形，咱无去像即届是咱有情报吼，有掌握讲会用要做这个军事演习，但是咱无一定有把握讲每一届你拢有法度掌握。啊，若无的话，先向来的时阵造成这社会的这个民心的这个动荡吼。啊，惊吓的话啊，开始吼像较早有迄个抢卫生纸、卫生纸事件啊，啥迄。开始咧抢物资的话，这对台湾来讲，对社会来讲，当然是一个足不利的这个反应。而且咱惊讲，伊这事件是毋会扩大，吼啊，造成讲抢要加油无，抢要吞泡面哦，啥等等的话，吼。所以我感觉这爱你的问题做好，这爱做一个。那安尼吼，我不如我换一种方式来问老师，就是讲，咱如何要来判断讲？这一厝甲顶摆共款啦，不要紧啦。而无哦，这一厝有一项物件不对哦，伊这吼愈来愈暗哦，啊，大家要注意哦。爱用看什么指标的？对，迄个主持人头拄仔讲的吼，其实毋是讲咱每一届伊来做一个什么演习，咱都爱开1点钟来讨论吼。其实每一届的讨论，我感觉吼，拢是有意义的。咱毋嘛讲，敢若开1点钟，甚至2点钟，吼，还是开研讨会。我是感觉咱应该，但每一届因的演习吼，对咱造成的影响，吼伊的意义，咱当然拢爱做功课，吼大家 case 安尼吼，拢达迄个收集起吼。我感觉对台湾是整体的防卫来讲是真有帮助的，吼。你讲这个这个。保护这个部分吼，我是感觉讲台湾吼爱好好思考，伊确实有影吼，做一指标你会使看，就是讲，伊的规模是毋是变大？其实时间缩短吼，个人电脑毋通讲，电脑感觉加较安全啊，赶紧刷，赶紧上班呢。雷声大雨点小，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内底是毋是有时个伊的特别的所在，互咱会使。特别吼来注意的，好比讲，伊的距离是毋离咱的港口还是机场愈来愈逼近？对，吼，也是伊宣布的点范围愈来愈济，吼。我是感觉讲，这无一定就是时间的长短的问题，时间短，但是伊的频率哪济，吼密度愈悬的话，其实这压力可能换真大。好，所以我感觉每一届的演习，咱台湾拢爱吸收。我是感觉讲，像这届的这个经验内底吼，就是讲，其实咱吼伫迄个国策所举办的这个国际研讨会内底吼，我有学者指出吼，就是讲，伊每一个所演习的点吼，其实拢对准台湾的港口，基隆外口，然后台北港外口，然后台中港，然后高雄。花莲，这其实拢有一种迄个指标性的作用啊，前几届的这个演习佫较无遐尼啊针对性，但是这届对台湾的港口
足有针对性，而且佫较接近。所以我感觉讲，每一届的演习对咱来讲拢有意义。当然咱爱较认真讲去看，每一届伊的演习内底有啥物特别无共的所在无？是，咱若安尼甲当作讲，来，林老师你。咱要安怎看即摆的演习是大还是小还是安怎？有一个会使参考的是，伊的即个新闻是啥物单位所放出来的？那是因的国防部放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即个就较代志大条啊。佩洛西迄摆就是安尼，但是之后联合利剑、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环球时报这些就较袂较悬，咱嘛是会使为因的放消息的来源去分析，伊会拍飞弹无，还是海空的联演而已，这个就无共款啦。特别是一摆他伊无放飞弹，因为我是想讲，因为日本石破茂多啊才起来。那是一多啊，才起来，你就特别让你放飞弹打到人家的 EEZ， 日本会安怎？石破茂大家说他可能比较亲台，会不会更亲台？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不要打飞弹？要不要把这个层级拉高？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可能为什么要有去考虑到的。安尼想起来吼，咱也有咧看讲，一个人出敢若老师咧出考题吼，看伊安怎做，咱咧做这题目。转来吼，这个考古题嘛，提出来晓嘛吼。不过吼，我问洪忠吼，你考古题吼，考了上济啦。这十几冬以来，你认为中国因为一摆演习就5亿个台币操作呢？是。这吼当然对伊来讲吼是无啥物，但是伊这种经济愈来愈歹，伊敢有可能安尼将主要搁来搁开安尼？我感觉是有可能。只是讲吼，你这一段时间内底要做几届，这个频率吼，歹讲。因为这个咱讲这个 tempo 吼，咱咧跳舞吼，看你是要跳吉鲁巴，还是要探戈，还是蹦恰安尼。因为这含伊内底政治、经济，搁有吼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吼，嘛才有关系。有一款说法吼，讲是即马习近平吼多一寡问题啦，吼。但是未甲讲挑战伊执政的地位的这个程度，只是讲有一寡声音，比如讲你做这敢好安尼，吼，无共意见啦。当然是少数人的这个壳仔内吼，有咧讨论，无传出去。伊即马惊讲吼，外口的人也呼应伊这吼，政治的势力吼，会去用挑战。所以毋则讲有个人先甲处理掉，就迄任志强一个大陆做房地产做啊真好迄个，伊进前几年吼，因为感觉讲这个习近平起来较大炮啊，嘿，做了无啥交文啦，伊就讲啦，一讲听讲18分钟。差不多关18年，个伊安尼做，意思讲吼，我是安尼去，吼，我要讲安尼就要管。当然啦，我是认为讲吼，搁较独裁者吼，伊嘛有一寡人会使甲伊讲一寡话吼，含咪讨论啦，吼。上惊的讲，这含咪讨论的人，跟那鹦鹉的吼，八哥安尼。听领导人讲啥，我就讲啥。领导人无讲的时阵，我袂讲。安那会使？是袂使安尼啊！你做参谋人其实袂使安尼。即马上惊的讲，伊佮安怎做？边仔人讲哦，好棒棒，讲啊赞声。后来讲吼，各国还是讲各国会使影响中国经济还是政治稳定性的这人，这意见，拢袂通到中南海。袂通到伊的中班遐去，那是上危险的时阵。比如讲吼，我安尼看你热情地袂爽，看恁台湾吼做迄落吼，甲要安怎？这才是上麻烦的。就像讲一寡国家叫美国来讲是流氓国家吼，罗马国家吼，还是安怎？行这条路来时阵，其实中国这个是上危险的时阵。咱是讲吼，中国强其实吼。
也无政治议题，一定要设定讲台湾要创对伊去啊是安怎的时阵，其实无一定是上危险。惊个讲伊设定的议题讲，你一定爱对我安怎？强迫吼，即马其实现在伊是咧吼，刚才咧熬看卖，吼，拿一个碟啊，给你熬看卖，安尼15度看会闭去无？会长去无？30度，然后佫修正来一寡。因为要安怎讲，像讲拄仔讲着讲美国的因素，还是讲欧盟的因素。前几工因为欧盟甲中国伊为着咧电动车的问题，市场要开放还是要安怎？要缩起来还是安怎？讲甲放去嘛。啊，中国想讲啊，卖啦，其实无讲出迄个话讲求伊啦，吼。无讲啊大个安怎无啦，啊是讲哦，咱这个吼，佮理性过来吼，过来沟通啦，吼安怎，啊其迄后壁意思就讲啊，安尼落去吼，即个拍那实在是，我可能2支骹断一支，吼经济嘛，因为拄则经济，啊经济也无好，就像拄仔平时讲的。伊也要搁开钱，伫军事上搁较大投资的时阵，莫讲演习啦，讲投资，搁较起第四只航空母舰迄个起后，啊第5只准备要起，听讲开始啊啦吼，啊开工也是无开工，开工其实嘛会使停啦吼，也真正无钱的时阵吼，甘愿讲停起来啦，无讲起一半吼啊。烂尾楼，中国太侪烂尾楼吼，无你讲吼，迄专厂内底抽一个烂尾楼，像迄只，迄只核能潜舰起就怎啊那沉落去？你无设置拢沉去的嘛好啦吼。所以洪总理他所讲的，就是讲政治、军事、政治啊，国际政治互相影响吼。但是这个参数足济吼，我要来请教林老师，就是讲，比如讲欧盟，你甲中国有矛盾。啊！你欧盟，你也感觉讲，嘿，恁这实在是对台湾太歹啊！吼，啊，台湾佮对我吼，可能晶片吼，你加减卖我一点，所以我甲转做吼，甲对中国压力讲，你嘛较差不多诶，吼，啊，我著电动车小让一下。但是这种国际政治，这安怎算吼，拢无一定算会出来。这头一个，第二个吼，老师他也讲啊，讲10月10号、10月10号。进前，咱就可能有掌握讲，伊要来军演。赖总统是毋是安尼？所以伊个国庆的讲话吼，小可较温和一点，无搁讲祖国啦，你安怎啦安尼？是安尼吗？还是你有另外解读的？我是认为讲赖总统吼，不管是10月7号、10月7日吼。伊嘅讲话啊，吼，讲话当是甲即个台湾，哦，即中华民国，还是即中华民国以即个台湾伊嘅历史嘅定位，哦，我看即点来讲，是一种嘅突破，吼，一突破，吼，所以国民党内底有无共款嘅声音，吼，就是讲，赖总统伊会当来面对即中华民国，即足重要，吼，但是咱就知影讲吼，虽然讲是安尼吼，但是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啊吼，并袂讲赖总统伊安怎讲吼，伊就来改变吼。更重要就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互不隶属。所以这点来讲是其中一种原因啦。安讲无安尼讲，我想中国那是共款会来对民进党的政府会来。军事的演习，吼，就是讲中国对台湾的政策足困难来成功啊，吼，我看伊要成功足困难啦，不管是用软的还是用的，我看当时遇到足大的挑战，吼，用的咱来看到经济嘛，昨天的股市甲今日的股市的表现，当时上升嘛，吼，并无受到伤过大的影响嘛，吼。就是讲，伊对马祖甲即个福州，应该是即个同城啊，伊有在共一个城市一卡通啊。照你讲，应该是对马祖爱较好，较优先啊。但是你看伊的即个海景，没个位啊，有哪只包围起来？伊有足济政策，就是讲的是一套，做个另外一套。伊所做的对台湾。当掠去其他的国家，
唔惊即个欧洲联盟啊、美国、日本、吼啊、菲律宾、澳洲，大家拢感觉讲应该是我有可能是第二个台湾呐。像菲律宾来讲，吼啊，像即个日本来讲，唔惊即中国对台湾安尼，有哪有可能对即个日本啊，以即钓鱼台即附近，啊，就对即个菲律宾以及南海，拢共款的做法，所以就是讲，即个国际的情势，北京有爱考虑啊，吼，就是讲习近平伊安尼做，但是拢有足济的后坐力，即个后坐力拢互北京对台湾的政策无法度来成功，这一点就是讲，即个中国啊，应该爱好好就来考虑。哦，咱咧讲吼，咱过去有古早话讲，马有料，啊人无料，吼，啊这阿强啊有影无料呢，吼，就咱就唔知影讲伊头壳咧想啥，有当时讲的甲做的，佫对袂起来，哦，这对袂起来，这是真麻烦哦。林老师，伊这吼讲的甲做的对袂起来，也许无就是伊无甲你来减 B 啊，直接甲你来减 Z。直接给你堵落去，敢有这种可能啊？我是想讲，接下来应该是机会不大，因为美国要选举啊。啊，美国选举了后，我另外看，过12月了，要过年了，可是明年了，要过年了，所以接下来有可能不是 Z 了啦，不是 C 到 Z， 是联合利剑2025了，是明年的代志啊。但是基本上我是要讲。没有错，他言行不一或怎样，但是北京他有一件事情是在从这一段时间一直过来，我有观察到的，他要去表现的就是说，台湾的这条代志是咱内面的代志，恁外国人卖甲讲伤多，其他国家不要管那么多，这件事情是我内部的事，我不管你要选举，我不管你是怎样，但是只要。台湾的总统还是台湾被安怎讲什么话，讲到他的红线，伊的红线有画出来，你哪就有打到，一定要军事行动，一定要冲出来。这一点是北京在这段时间他要去告诉周边国家。那另外几道代志，这摆阮爱看的是，刚好北韩也有一些军事，也有一些状况，北韩也讲了很强硬的话。所以会不会今天会是在朝鲜半岛有状况的情况之下，北京抓住这个机会，立刻一个短暂的演习，伊就在看你美国还被安怎冲，同一个时间，亚太、印太第一岛链两边都有事情。看你应付看你今晚被安怎冲，你的兵力够不够，你的注意力够不够？我会觉得这个是未来咱爱继续要。看落去，还是继续要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但老师吼，有这种讲法，就讲其实吼，台海免紧张啦，真正会出问题的是南海啦，吼，还有一个将军叫 Mills， 吼，我看这真正这个问题所在，你是南海的冲突啊。有人讲无啦，中国在南海吼，其实拢舞者，拉者，敢是安尼吗？其实我是无安尼看吼，我感觉讲。像咱伫西太平洋的这个三海吼，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吼，这三个海其实爱做伙看，而且这三个海是联动的，牵涉是做伙的吼。好比讲，万一若真正北京伫南海吼有更较大的这个动作，也是有更较侪的好处的话，其实对台海来讲，咱相对上咱就加较不利啊，吼。啊，我是感觉讲台海甲南海吼，足相像的，就是吼，中国吼拢用共款的一种咱咧讲的灰色地带的方法吼。当然对台湾有更较硬的所在啦吼，但是对菲律宾吼是用迄种灰色地带啊，用海警啊，用迄个海上民兵，无所不及呢吼。安尼打你舞，打你吼骚扰啊，用迄个水炮安尼打你跑啊，嘿打你钻嘛吼。所以足相像的吼，我感觉伫南海、伫台海吼。对台湾、对菲律宾来讲吼，北京的这个动作吼，足相像的。但是我感觉伫南海吼，我家己的研究，我是感觉伊有一个足大的优势，就是讲吼，伊搭南海的足侪岛屿吼，先占落来，啊占落来了吼，空气倒落去，啊怎么这个岛屿怎变大，啊变大了，顶悬佫起抛德这港口，啊然后设迄个
飞弹，吼，就是军事化。所以我感觉讲吼，南海来讲的话吼，北京伫即个军事化这部分吼，伊有较大的即个优势伫咧。所以这对美国也是对菲律宾来讲吼，嘛变做一个足大的挑战。咱咧讲吼，拍蛇拍七寸，到底中国即个解放军即个演习吼，如果咱来要做反制，咱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甲讲？莫甲你盯着，你就知影死。敢有即种方式，还是讲无？邀请美国的老大哥来出来，还是安怎？台湾即摆上重要嘅讲吼，因为咱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即个社会，有权利决定讲，你的国防有选，国防的政策要安怎发展。什么人会使讲扣去做兵？什么人讲我伫社会较有路用？吼，所以这个要求吼，咱讲真诶吼，主持人讲的这要求其实最重要。会使安怎甲拍一个讲，摆卡就好啦，吼，拍一个摆卡有惊，莫阁来，吼，咱比如安尼就好啊。但是你讲真正要咱出手甲拍，伊也无入来咱。12海里的时阵吼，20至12啦，咱莫讲话12海里来以来啦。你甲出手拍的时阵，你去冤家拢冤袂赢。咱点都输较济，因为伊会讲，这个正是讲，你是等甲武甲你是无负责任嘛？伊个讲你台湾无负责任的嘛，吼，你明明是我一部分，佮敢甲我拍，安尼，咱拢全部拢输去。那安尼照安尼讲，洪总安尼讲，安尼就被动咯。对，绝对是被动，绝对要被动。被动甲讲真正伊来吼，真正有来甲警告，佮无听，啊，拢甲录起来，拢甲直播出去，吼，专程甲直播出去。我拢甲你警告几解，啊，你佮弄入来，甚至你佮甲我回来。所以咱即摆小麻烦，还袂累积到。啊袂。哦，我讲较歹听啦吼。这是国军无想要讲出来的话，咱的国军其实都有这个准备啦。有诶甚至讲，明日吼，甲崔总交代好讲，明日我爱为国家做一寡代志的时阵吼，爱做到安尼的时阵，你替我处理好，安尼好啊。啊，当然国家照顾因，照顾因的这后壁这是做军人，这做军人上悬的一个境界。你也做军，你搞有这个觉醒啊！你无这个觉醒，你想哪来做挂这个军阶讲啊？你是将军，你是创啥机关？哦，剧本好玩一下。这袂使讲，袂使讲。对，但是有人这讲。但是爱来咱才听啦。对，而且讲哦。是，好，谢谢。